馬來西亞嘅朋友，我哋翻嚟啦！我係古天樂，我係宣宣，我係林峰。全新電影《尋秦記》即將係12月31號全馬戲院上映，原班人馬經典再現，秦王歸來，師徒對決正式開戰。希望大家一齊入場支持《尋秦記》，戲院見。秦王馬上去統一6個，好快就會喐到我哋。去揾項少龍，邊個響我傳講？提心吊膽都10幾年，仲唔夠咩？小心你出少句聲啦！多謝。天命最高，你有冇諗過要殺我？有。馬來西亞嘅朋友，我哋翻嚟，我哋翻嚟啦！3人啊 Sorry， 而家睇到。我哋馬來西亞嘅朋友，我哋冇咪。好似細會咁。